港嘅天后古廟有咁多，但係你知唔知邊間嘅歷史最悠久、規模最大同埋最令人津津樂道嘅呢？嗱，就係赤柱呢間啦。據講，當年日本打香港嘅時候呢，赤柱被投下2個炸彈，一個離廟好遠，結果傷咗好多人；而另一個，據街坊話，當其時日敵時期啊，有個炸彈咧就喺架橋邊咧嗰架車嗰度咧個氹田咧就爆炸咗。咁啊嗰個時期我哋呢度咧金廟裏頭啊，亦都有百幾200嗰啲村民喺度走避喺度嘅。咁啊好彩當其時爆咗炸彈嘅時候咧，亦都冇傷到呢間廟，同時冇傷到啲村民，只可爆咗橋頭咧嗰2條石板嗰條橋就爆斷咗。咁究竟係咪由於天后顯靈，抑或係有咁啱得咁巧呢？喺間廟嗰度備戰嗰200幾人，所以能夠免受炸彈嘅傷害，咁就無從稽考啦。但係呢度天后廟每年天后誕嘅時候，都會有好多信奉天后嘅人都嚟酬神拜祭一番，場面好熱鬧㗎。呢度仲有一個特點，就係供奉嘅神特別多。有財神啦，有太上老君啦、天將、天兵等等。不過有可能由於呢度經歷嘅時間長啦，所以望眼所見都係有歷史價值嘅古物嚟㗎。嗱，以呢幅老虎皮為例啊，就係日軍侵港時期係一班印度籍嘅英兵送俾廟做紀念嘅，而家居然亦都俾人供奉噃。如果講古老咧，呢個鐘仲犀利啊！佢係清朝乾隆年間做嘅，仲有呢隻古香古色嘅龍船仔同埋帆船，都係裡面信奉天后嘅居民送出嚟㗎。中意旅行嘅朋友，不妨得閒嚟呢度參觀下，或者順便求翻支簽都得㗎。但係解簽咧，就要靠自己埋去攞張簽紙揾人解啦。因為平時廟內係不設解簽嘅，可以算得係自助廟嚟嘅。